俗语讲，10个人就有9个人痔疮。痔疮是真侪人真歹讲出嘴的疾病，尤其痔疮愈大，症状就愈严重。根据医疗期刊的统计，传统痔疮手术后的痛痛，如果10分满分，就亲像生囝同款的痛。那安尼拄开完痔疮手术，可能会高达7、8分。因此，过综合病院一般外科医师结合手术前、手术中甲手术后坐面向的止痛方式，甚至无同的手术方式，拢会用来减轻患者的痛痛。所谓的无痛治疗，其实可以分为几个面向啊，主要还是术前、术中、术后多管齐下，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啊。因为目前单靠比如说某一种止痛药，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会需要术前就要好好保养哦，让痔疮消肿啊，配合术前止痛、术中的一些手术方式的调整，再加上术后的一些额外的加强，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好的疼痛控制。这样，我们今天讲的术式有几种哦，比如说结扎术是做完，它是门诊手术啦，所以其实做完之后疼痛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痔疮雷射烧灼哦，或者是传统的改良式传统的切除。那其实这跟传统比，就是疼痛都改善蛮多的。比如说，传统的一开始开完可能疼痛有到8分9分好了，那改良式的可能就会减至少50%以上。那一些微创啊，或是其他比较先进的方法，那可能疼痛会更小。医师建议，痔疮的患者千万唔通听外口黑白讲，一定要找正确的医师来治疗。另外，维持平时良好的作息。养成健康的排便、饮食甲运动的习惯，好好保养，莫互痔疮一直伫咧肿胀的状态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